今晚開始嚟到撒母耳記上嘅第25章啊，先讀第一節先。撒母耳死了，以色列眾人聚集，為他哀哭，將他種在拉瑪他自己的墳墓裏。大衛起身下到巴蘭的曠野。我就到呢度先，第一節先啊。我哋喺呢一節裏面呢，就係佢特別就交代一件事，就係撒母耳死了。咁撒母耳係年紀好老邁嘅時候，就係被神接去了。咁以色列眾人呢，就都聚集，呢個聚集係全以色列眾人聚集喎。你知道以色列眾人呢，佢哋分住喺12支派，好分散嘅，好少有一件事幹係會全國聚集嘅。咁所以喺士師記我裏面見到有聚集嘅事都係好嚴重、好重要嘅。但係呢件事竟然撒母耳一個人死咗之後呢，以色列眾人係聚集喎，哇咁厲害嘅！並且呢都為佢哀哭，就將佢埋葬喺他瑪佢自己嘅墳墓，原文係佢自己家莊，即係差唔多等於個地方咁樣。咁從呢一度呢，我哋就推論出一樣嘢啦。啊，當然一個屬神嘅人離世，其實都唔需要咁多人，唔需要咁隆重，唔需要乜嘢，最緊要喺神嗰度得稱佢啫人。但係無論如何，聖經所記載嘅歷史嘅史實，就反映出一件乜嘢事呢？就係話我哋同撒母耳嘅離世，以色列眾人嘅嗰種嘅反應，係全國聚集為佢哀哭，同埋調轉嘅當時嘅以色列王掃羅離世嘅時候，後邊我哋就會讀啦，去到31章啊，本書嘅31章。去到31章嘅時候，佢被非利士人殺害啦，然後殺完之後，仲將佢屍體就釘喺嗰啲非利士嘅城牆上邊嘅。咁佢同佢兒子都釘喺上邊。咁係基列雅列就係嗰個地方咧嘅人咧，就係嘅勇士就夜晚就走過去非利士地，就將佢屍體攞咗落嚟之後就攞翻嚟以色列地就埋葬了。埋葬了之後就為佢呢禁食7日，咁當時以色列國嘅百姓都知啊，掃羅被殺，嗰場戰役失敗嘅，全國嘅百姓都知，又知道做咗40年王嘅掃羅被殺。但喺掃羅被殺嘅時候，你睇到以色列百姓聖經冇記載呢，哇舉國為佢悲哀啊，甚至連便雅憫支派為佢悲哀啊都冇咁寫，淨係某一座城幾個勇士去將佢覺得佢哋嘅王被人咁樣羞辱，釘喺敵人嘅城牆上邊一種羞辱，所以去將佢屍體取落嚟，去將佢埋葬完之後就會佢禁食，即係代表一種悲哀。反而係大衛為佢寫咗哀歌，大衛聽到之後為佢寫哀歌。咁所以從呢一度咧，我唔係講死後有咩嘢多唔多，唔係講嗰啲，唔好聽錯。我嘅點喺呢度，即係話點解撒母耳其實佢當時喺以色列中已經冇行政嘅權利啦，因為佢已經將士師時代過渡到國度時代，即係王國時代。王國時代已經係掃羅做王㗎啦，做王已經係40年，咁並且嗰陣時都係做王嘅後期啦。撒母耳已經係停咗佢嘅，即係話佢嗰種嘅負責嘅職份啊，已經完全交俾掃羅。但係佢要繼續佢可能先知嘅職份，有時都係有啲都係教導百姓啊，都仍然我相信係有嘅。但係所以從呢一度就反映出一個結果就係點解佢本身冇喺嗰度就職位上帶領全國做啲乜嘢，但係佢喺佢一生嘅侍奉，從幼年去到佢晚年一生嘅侍奉咧，係感動緊以色列人嘅，又係影響緊以色列人，甚至連大衛能夠咁敬畏耶和華，都同撒母耳嘅侍奉係好有關係。因為撒母耳嘅侍奉係影響到整個以色列人，從小一啲人都知道要愛慕神嘅話，一啲屬神嘅人就會被分別嘅。咁呢個就係撒母耳一生嘅侍奉嗰個影響。咁嗰個影響之後，就會用以色列人咧，會眾人聚集為佢哀哭，即係代表一種好感動，好即係話從內心出嚟嘅感動。咁我哋重點係講翻嗰個服侍嘅一個果效，咁我哋今日服侍絕對唔係要求人嘅榮耀啊，咁啊呢啲就係一啲價值都冇，虛空，反而係得神嘅喜悅。但無論如何，從嗰個結果就反映出服侍嘅果效係點樣。如果呢個服侍呢，譬如話掃羅，佢其實點解後來冇乜人反應呢？佢又追殺大衛，又唔處理國事，又做咗好多即係祭司城嘅人殺晒整個祭司城。喺以色列人嘅心中呢，其實好多人嘅內心都
都係過唔去，都係覺得哇呢種屠城啊、屠祭司啊，喺歷史上冇一個人夠膽咁樣做嘅，即係心中冇神，唔敬畏神嗰種。咁所以當佢離世嘅時候，以色列人都冇一種話哇痛哭啊，一種嗰種嘅情形就冇嗰種嘅情形。所以從呢一度真係提醒我哋，就係今日我哋喺神家中嘅侍奉，唔係話離世唔係講嗰啲咁遠，意思即係話神家中嘅服侍，我哋係俾弟兄姊妹咧，好似保羅話，我哋喺神面前咧係無論將自己轉於各人嘅良心，即係嗰種嘅情形就係話係無論對神對人常存無愧良心，係唔會俾人覺得呢啲服侍弟兄姊妹覺得即係有啲嘆息，或者覺得係被絆跌，或者覺得有啲嘢好似受傷，唔係嗰種，而係點？而係真係能夠有一個好嘅，即係個反應嗰種咁。所以我哋係指個果子嗰種。咁從呢一度我哋睇到撒母耳一生嘅侍奉嘅嗰種嘅生命嘅侍奉所帶出嚟嘅一種嘅現象啦。咁跟住我哋睇第二節開始，第二節去到第9節啦。第二節去到第9節，今次就講另一件事啊。咁或者未講呢度之前，我就講多少少喺撒母耳呢個葬禮上邊咧，完全冇提到掃羅，完全冇提到掃羅嘅。即係掃羅當時佢一心所重要嘅係乜嘢咧？佢一心所在意嘅係佢自己皇位，佢咁冇心機理掃羅。如果唔係當時咧，撒母耳係去揀選掃羅啊，去扶植佢喺各方面去幫佢啊，咁佢完全冇在意。咁大衛就自己係被追趕喺當中啦。咁當然去唔去唔係太重啲，完全絕對唔計，只不過我哋順帶提多咗啲。咁好，跟住第二節咧，去到第9節，我哋一同開聲讀。在馬雲有一個人，他的產業在迦密，是一個大富戶，有3000綿羊，1000山羊，他正在迦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伯，是迦勒族的人，他妻名叫亞比該，是聰明俊美的婦人。拿伯為人凶惡，大衛在曠野聽見說拿伯剪羊毛，大衛就打發10個僕人，吩咐他們說：你們上迦密去見拿伯，我的名問他的安，要對那富戶如此說：願你平安，願你家平安，願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現在我聽說有人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迦密的時候，我們在一處，我們沒有欺負他們，他們也未曾失落什麼。可以問你的牧人，他必告訴你。所以願牧人在你眼前蒙恩，因為在好日子來的，求你隨手取點賜予你的僕人和你的兒子大衛。大衛的僕人到了，將這話提大衛的名告訴了拿伯，就住了口。咁好啊！我哋繼續要讀落去，我哋要讀到13節，讀埋落去呵。拿伯回答大衛的僕人說：大衛是誰？耶西的兒子是誰？近係主人奔逃的僕人甚多，我豈可將飲食和為剪羊毛的所宰的肉，給我不知道從哪裏來的人呢？大衛的僕人就轉身從遠處回去，照着這話告訴大衛。大衛和跟隨他的人說：你們個人都帶上刀，眾人就都攜上刀。大衛也帶上刀，跟隨大衛的上去的約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喺呢度都未完，我哋讀到第17節吧。有拿伯的一個僕人告訴拿伯的妻亞比該說：大衛從曠野打發使者來問我主人的安，主人卻罵他們。但那些人待我們甚好，我們在田野與他們往來的時候，沒有受他們的欺負，也未曾失落什麼。我們在他們那裏牧羊的時候，他們晝夜作我們的保護，所以你當求法，看得直行才好，不然禍患定要臨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兇暴，無人敢與他說話。好，到呢度先。就喺呢一大段裏面呢，
我哋睇到咧，跟住就講一件事啦。佢話在馬雲有一個人，咁呢度突然間提到成章都提呢件事嘅，就係馬雲嗰度有一個人係一個有產業嘅大富戶嚇。咁佢本身係迦密，呢個迦密唔係迦密山嘅迦密，係猶大附近曠野嘅一個迦密。咁佢呢就有3000嘅綿羊，1000嘅山羊，佢淨係迦密咧剪羊毛。大富戶呢喺古時喺以色列地呢，佢哋通常呢係有啲遊牧民族啊，一富戶就係好多羊好多牛，總之係好富有。所以聖經形容約伯呢富有都係有幾多羊群幾多牛群，總之就係有好多好似蒙古人咁啲好多呢啲嘅畜牧嘅，就係富戶。咁呢個人真係好富有嘅。咁佢呢嗰個名叫乜？名叫拿伯。拿伯原文嘅意思呢就係愚頑啊，即係個人咯，係愚頑，即係好 stubborn 咁嗰種，好難，即係個人話有愚頑同兇惡啊。佢原文係愚頑，但係佢嘅人都好兇惡嗰種嘅咁樣嘅。咁咧佢就點咧？佢係迦勒族，迦勒族即係聖經裏面個同約書亞一齊個迦勒啊，嗰個迦勒嘅後代嚟嘅。啊，個迦勒嘅後代，迦勒族嘅人，佢嘅妻子就名叫亞比該，啊，佢嘅妻子咧就好聰明嘅，啊，咁咧是一個聰明俊美嘅婦人，聰明喺佢嘅原文裏面就係一個好通達人，喺真原翻譯為通達人，即係好明理嘅，好明事理嘅人，啊，即係好明事理嘅人，咁咧。呢個亞比該又聰明又俊美，咁拿伯咧就為人咧就剛愎兇惡，啊，剛愎即係愚頑兇惡，啊，即係咁嘅一個咁嘅人。咁大衛喺佢特別介紹呢對夫妻係點樣嘅嗬。咁大衛喺曠野咧就聽見拿伯要剪羊毛，佢就打發10個僕人吩咐佢去見拿伯，就問佢安，然後問安之後就話。你而家剪羊毛，咁我要解釋下咩叫剪羊毛。剪羊毛就係所有嘅，即係話有呢啲大富戶嘅畜牧業大富戶嘅一個大收成期，即係好似五穀收成啊，農民五穀收成。羊毛咧，呢度以色列地好多綿羊啊，綿羊佢嘅剪羊毛一產生好多，好似澳洲嗰啲而家啲羊毛一剪完之後咧，就有好多羊毛，好多羊毛去賣錢噶嘛。就以防，所以就係大賺錢嘅時候啦，呢個大收成嘅時候，所以每一房去到就對以色列地一去到剪羊毛嘅時候咧，就係個財主最發財嘅時候，大收成嘅時候啦。通常喺呢個時候咧，佢都會大肆慶祝，然後就會點咧？然後佢都會俾工人啊人工啊，係俾啲報償俾佢，即係俾甚至正式嘅，就算摩西五經嚟講咧，以色列中嘅大富戶咧，喺收成嘅時候要周濟窮人嘅，呢個係摩西嘅律法係要求嘅。因為大家都係神嘅選民㗎嘛，咁佢係咁意咧，係佢收成嘅時候，佢都會就算連農民一般農民啊，收割嘅時候，地嘅四方，我哋申命記都講過，就唔可以咧四方都割晒，淨係割一圓形，剩低嘅4角咧就要留俾窮人。你收割時候唔好話我呢個地係四方嘅，我就4方割晒，我淨係割一個圓形，4個角留低俾窮人。然後收成嘅1/10就要點，即係話利未人啊各方面，但係留低你，譬如話一捆捆嘅禾捆，如果我留咗一捆唔記得攞走，你唔可以話我嗱一聲翻去執翻，唔係留低呢捆唔記得嘅就留俾窮人，唔記得幾捆都好都要留俾窮人啊。總之唔記得嘅就唔可以攞翻㗎啦。咁呢個就係神好公平嘅，即係話多收沒有餘，少收沒有缺㗎嘛。呢個係神係一種顧到佢啲選民啊嘛。咁仲有收成嘅時候咧，有啲人執得快嘅時候咧，就跌落地喎。已經有個袋噶嘛，擺落袋裏面就擺錯咗，跌落地唔可以執翻，嗰啲就一定留俾窮人。咁神有好多定規就係話，每一個富戶，即係話每一個農民自力更生嘅，你得到嘅嘢，剩低嘅就留俾一啲留俾需要嘅人。所以一個即係牧羊嘅一個財主嚟講咧，佢有咁多工人，咁多人幫佢。即係話牧羊啊，牧佢嘅山羊啊、綿羊啊，佢喺收成嘅時候，其實你當記到乜嘢咧？記到一啲窮人嘅需要，呢個係律法嘅需要。而大衛和跟從他嘅人特別係乜嘢咧？受傷嘅、受壓迫嘅、貧困嘅，所以去大衛嗰度咧，其實都好貧窮，欠債嘅。你之前我哋讀過啊嘛。去大衛嗰度咧，又貧窮啦，又欠，有艱難嘅，好多就就緊佢。所以好多都係一啲窮苦之家嘅人去到嗰度，大衛話：我呢頭即係
已經睇住你咁耐時間啦，即係幫佢各方面一啲都冇欺負佢嘅羊群，係嘛？咁所以呢個時候大衛去咧，其實向佢要啲咧，某一面嚟講都係按摩西律法嗰啲話顧念窮人嘅需要。某一面嚟講係咁樣。我先講個背景。仲有咧，大衛唔淨係話去求佢施捨，大衛有付出嘅。佢付出係乜嘢咧？我哋喺呢章聖經裏面，我睇下大衛付出啲乜嘢咧？大衛跟從佢嘅人喺佢嘅羊群裏面咧，就一點都冇蝦佢哋。所以大衛叫僕人點樣講咧？先問佢安啦，第7節啊，現在我聽你話，聽講你要剪羊毛啦。你嘅僕人係在迦密嗰度和我們一齊嘅時候，在一齊嘅時候，我沒有欺負他們，他們也未曾失落什麼。可以問你嘅僕人，他們必告訴你。所以即係話大衛本身喺迦密嘅曠野個地方咧，就佢同600人都住喺嗰啲曠野地方啦。咁即係亞伯佢嘅僕人就帶住羊群都去到迦密呢一個曠野嘅地方去牧羊。咁喺個地方牧羊嘅時候，佢咁多羊群喎，咁多嘅牲畜，如果冇大衛同跟從佢嘅人喺嗰度睇住佢咧，一早俾人搶啦。你知道喺古時咧，特別一係就非利士人嚟搶，一係就邊個民族嚟搶，成日約伯記都遇到呢啲啦，係嘛？就好多人會嚟搶，特別啲大庫咁多牛羊喎，就會好多人落手去搶，有山賊有咩人嚟搶噶嘛。但係佢可以哇咁興旺地平平嘅安氣，然後去到收成嘅時候，可以咁多嘅羊毛咧，完全係因為大衛私下同跟隨佢嘅人喺嗰把守個山頭，喺嗰度就成為佢呢一個好大嘅保護。咁甚至可以佢嘅僕人為證，即係意思就係真係咁做，唔係假嘅，真係咁樣睇住，仲係晝夜嘅。咁後來佢僕人點樣講咧？我留意喺呢段經文裏面咧，係14節啊，就有拿伯嘅一個僕人就告訴拿伯嘅妻子咁講啦。佢話大衛你從曠野打發使者點。咁15節就講啦，但是那些人待我們甚好，甚好原文係好好嘅，即係大衛和跟從佢嘅人對呢批僕人就好好嘅。佢話我們在曠野與他們來往嘅時候，沒有受他們嘅欺負。第一冇蝦佢哋啦，第二咧也未曾失落什麼，即係所有用佢都幫佢睇住喎，幫佢啲僕人你睇埋一份，跟住我們在他們那裏牧羊嘅時候，他們晝夜作我們嘅保護嘅保障。咁呢個好清楚啦，晝同夜喎，晝夜做保障喎。咁呢個保障好緊要。大衛本身幼年嘅時候都係牧羊嘅。你知道大衛本身有年係牧羊嘅，咁佢好識得照顧羊群嘅，咁所以大衛喺嗰度咧，佢都好多僕人去幫佢晝夜幫佢睇住。因為點解咧？大衛本身牧羊嘅時候，有陣時遇到咩？有獅子嚟，有狼嚟，要擔一隻羊去。大衛同佢搏鬥都靠主勝過獅子，勝過熊，係嘛？咁當然佢嘅羊各方面睇過成幾千隻，仲犀利喎！嗰啲唔係幾隻啊，係綿羊就2000，新羊就1000，哇！綿羊係3000，新羊就1000，就4000隻。哇！淨係羊都4000啊！哇！4000隻羊好犀利，你如果睇下，成個山坡滿滿啊，4000隻好緊要啊！咁大嘅地方咧，哇！佢可以佢僕人幫佢睇住，俾佢安全，冇任何損失，即係話一隻都冇失落，一隻都冇俾人搶咗。咁真係付出好多功勞啊！幫你睇咗成年喎，係嘛？係日夜喎，日夜係咁，連夜晚都睇埋，即係連夜晚都輪班。點解咧？因為嗰啲僕人夜晚先唔會喺嗰啲幫你咁忠心㗎。但係大衛嗰啲兵夜晚就要輪更，因為佢經掃羅嗰度嘅兵嚟偷襲嚟乜嘢㗎嘛，所以日夜有輪更㗎。咁而喺輪更嘅時候，一面係防外面嘅敵人，二嚟咧保護埋呢個羊群喎。哇！呢個羊群嗰種蒙保護，你記唔記得雅各聖經記咗雅各，當佢對拉班講嘢嘅時候，佢點講啊？哇！拉班話：你而家所有都係我俾你嘅。雅各就話：我呢20年晝夜即係冬天就有寒霜，夏天就有日頭曬佢。哇！即係晝夜佢都冇得安寧。佢係點樣嘅牧羊？即係羊群有夜晚都睇住，因為佢唔係自己羊圈裏面嘛，佢曠野嘅，有時去到邊個曠野好多草，而且夜晚都睇住㗎。咁雅各話：我常是這樣，
所以呢啲牧羊人嗰種，所以而家大衛嘅僕人係係咁輪間夜晝夜係咁保護佢羊群咯。咁所以喺佢收成嘅時候，你當點啊？即係話啲拿伯識做呢，都俾下我少少啲禮物嚟供應下我同跟從，即係我跟從我嘅人，即係武功都有路，即係做到咁多苦都咁多啦，唔敢話人工啦，多少都俾啲啦。咁呢個唔係算，都好似話收保護費咁。咁但係無論如何咧，但係佢當時真係咁嘅，即係話我付出咁多啦，咁而家大收成嘅時候都應該俾啲我啊，係咪咁樣？咁好，喺呢度，我哋首先要了解下當時嘅背景，我哋先至知道大衛嗰種心情啊。第一，就住我哋頭先講就到律法嚟講咧，一個富戶以色列中富戶要周濟窮人，要憐憫窮人，大衛和跟從佢嘅人都係一啲已經係貧窮嘅處境啦。咁呢個係按律法咁樣要都冇錯嘅。第二，大衛係付出好多代價，係成批嘅人晝夜係咁幫佢看羊群咧，就睇住佢啲安全，叫佢一隻都冇損失嘅，連嗰啲僕人都好感動嘅作見證嘅。咁呢個第二都係講出嗰種嘅付出啦。第三，我哋要講嘅就係大衛本身喺呢件事上初期，佢同跟從佢嘅人嗰種嘅敬畏神行善啊！你要去保護人嘅羊群，我去幫人睇住，唔會搶掠。喺歷史上好多軍隊呢，通常特別係初起嘅時候，啲都會搶掠一啲人嘅。佢需要食物咪去搶掠百姓啊，搶掠乜嘢？歷史上有啲都會嗰種，但大衛又跟從佢就一啲都冇搶掠百姓嘅嘢，甚至富戶嘅羊群佢都唔會劫富濟貧去做嗰啲，唔會嘅，佢都係照保護住佢，照乜嘢聽？我先從第一步講咗呢個見證先。先講呢樣就係話，3000隻、4000隻嘅羊喺度，都唔去搶佢，都唔會用自己強權。如果用自己嘅強權咧，大衛根本係完全隨時都得嘅。呢拿伯根本都唔夠佢打，係嘛？但係大衛完全冇咁樣做。從呢度你會睇到，甚至佢唔淨係唔敢做，連佢僕人佢都禁止，所以個僕人都有個美好嘅見證顯咗出嚟。咁呢個我哋先講大衛嘅前部分，先講過去嗰年未收成之前嘅嗰一年嘅美好嘅見證。嗰種咁喺百姓嘅當中咧，實在係好多百姓會受感動嘅。你諗下，如果呢個大衛咧同跟隨佢嘅600人咧，成日因為生活嘅需要咧，就會點啊？呢度搶下百姓啊，嗰度搶下呢度，搶下嗰度。如果咁嘅話咧，哇！咁嘅百姓一定反感嘅，咁咪見證都冇噶啦。呢要變成新冊噶嘛，係嘛？但係大衛點窮都好，都唔可以搶到百姓。咁從呢度你會睇到佢同跟從佢嘅人都係活出一個美好嘅見證啊，對佢都係好好嘅。咁呢個首先我哋講嘅就係應用喺今日我哋跟從主咧，無論係咩環境咧，都要靠到主咧活出一個美好嘅見證。而活出呢種美好嘅見證咧，係點啊？係連嗰啲僕人心裏面會受感動見證出嚟。而呢啲係從僕人嘅口中講出嚟，佢真係對呢批人對我哋真係好好啊，真係點樣好啊？咁如果我哋今日咧與人相處嘅時候，係人嘅口中能夠見證。哇！呢個基督徒我哋同事真係好啊，佢哋或者一啲窮苦人家都覺得佢真係好啊，佢好有愛心，佢好有關心，係嘛？呢啲我哋都留意。其實好簡單，譬如話有啲做看更嘅你即係話即如果你有少少愛心咧，其實個關係同佢好好嘅，佢都會同佢好好嘅。所以我曾經帶有啲看更咧，我祈禱信主嘅就係咁嘅，就係你有關心啊，你唔會即係有一種苦咒，有一種謙卑咁樣，即係關心人都好。甚至有時嗰啲，我唔怕講。我過年嘅時候咧，我凡係見到清潔嘅，一定俾佢利是嘅。點解咧？我覺得其實佢係一個大廈清潔，打個招呼你開唔開？但係我一定要俾佢。我覺得人哋做清潔嘅係好咩？但係佢就認得你好感動嘅，因為其他人有時過我朝早就叫見到清潔，我一定早晨我叫先。咁佢好感動，佢有時大球好感動。有次佢仲抹緊嘢嘅時候，一見到收風利是，哇！佢內心好感動。雖然我冇機會同佢傳翻，因為佢成日望到，但係冇機會，根本大家冇機會。但係每個神總係憐憫窮人。我順帶一提啫，我講大衛嗰個見證，我總係希望喺生活中，我有一次即係教會天文台嗰個有一個看更，我同佢傾關心啊，佢傳翻俾佢帶埋佢信主祈禱接受埋主，佢好開心。我心諗，哇！佢住喺教會都未得救，咁多年喺嗰度做看更都未得救，咁啊！所以以後次次遠遠見親我面就撳鐘開門啦，好啊！我都關心下佢幾句打下招呼，佢好開心。而家個看更同我好熟嘅，
有開心。弟兄姊妹，我唔係話特登一定要點，我意思即係我哋要留意神嘅身上顧念窮人呢啲。咁大衛呢啲初期嗰見證就好好，所以從僕人嚟見證啊，僕人嚟見證。咁甚至拿八做呢件事，連僕人都覺得唔啱嘅，都覺得好唔啱嘅咁樣啊。咁好，跟住我哋講大衛嘅軟弱啊，大衛嘅軟弱啊，佢軟弱喺邊度咧？跟住佢一聽到哇，拿八叫佢哋空手而回喎，咁唔淨空手而回，仲羞辱佢啊！點樣羞辱佢咧？佢後邊就話，佢後邊直情提到咧，哇！大衛佢大衛嘅僕人就咁講啦，佢話14節，佢話有拿八嘅一個僕人就嚟告訴亞比該啦，就話啊嗰啲人嚟主人嗰度，主人卻係點啊？卻辱罵他們。請大家留意，辱罵他們，辱罵喺原文嗰度啊！辱罵喺原文嗰度咧，係大聲去鬧佢，係直情係大聲啊！有大聲嘅意思，即係大聲去鬧佢。所以你知道佢性情係兇惡啊！所以性情兇惡咧，我一見到有10個人要同佢嚟分一啲，即係話俾啲嘢我啊，即刻大聲鬧走佢哋。咁鬧走佢哋唔淨係鬧走佢仲講一啲嘢喎。佢係呢啲年間咧啊！你可以留意第10節，拿八回答大衛嘅僕人說：大衛是誰？耶西兒子是誰？哇！你知道呢啲話咧係好藐視人嘅。大衛講嘅係話係你嘅僕人，你嘅兒子大衛，或者係好謙卑噶嘛？係咪？大衛都係一個領袖嚟噶嘛？你嘅僕人啊，你嘅兒子大衛，意思即係話我係一個卑微嘅，我而家跟從我嘅人都咁多服侍啊，你係咁要俾啲啦。即係顧下我呢度咁啊，俾啲啦，即係好謙卑。佢調轉，即係好羞辱佢話：你係邊個啊？咁你羞辱大衛就唔緊要啦，連佢父親都羞辱埋。耶西嘅兒子係邊個？哇！你知道咧，對以色列嚟講，你羞辱我父親就好嬲啊嘛！哇！即係唔俾就小事啊，唔俾咪算咯，唔好將我父親嘅名都攞埋出嚟，連我嘅名都攞都踩落腳會。你係邊個？即係差唔多將你不看眼裏，算得咪將你踩大衛和佢父親踩腳下，差唔多咁。跟住咧，仲講埋加埋啲罪名。近來悖逆主人奔逃嘅僕人甚多。咁悖逆主人就指悖逆掃羅咯，掃羅王啊嘛。佢知道掃羅成日追討啲人，所以佢差唔多以為咧大衛就係掃羅所以追尋嘅人啦。所以佢已經將大衛變成係悖逆嘅人啦，跟住咧，我豈可將飲食為我剪羊毛所宰嘅肉，因為每次剪羊毛嘅時候都會宰一啲羊肉，即係宰一啲肉分俾僕人，分俾大家嚟慶祝快樂嘅。我豈可以將我收成？因為佢即係嗰啲毛咧一剪完之後咧，就會宰晒一啲肥羊出嚟，大家快樂嘅。你睇下後來拿八係點啊？自己開一個宴會啊！自己開個宴啊！聖經話個宴會係好似王嘅宴會啊！哇！佢自己就奢華宴樂，大享受，大飲大食。但係對於大衛嗰啲就話呢個好似係悖逆主子嘅人，啊悖逆王嘅人，我點可以將食物俾佢呢？啊！我點可以給呢啲唔知道從邊度嚟嘅人呢？哇！即係鬧佢，又羞辱佢，又藐視佢，即係拿八係嗰種係生性就係一種係罪中嗰種嘅。大夫冇任何嘅憐憫，冇任何嘅同情。咁大衛受到呢種突如其來嘅羞辱，唔淨係空手啊，仲係受羞辱啊。咁跟住咧，又好似落空喎。哇！付出咁多，最後係落空喎。跟住點啊？大衛一時就哇發怒啦，發怒就肉體就發出嚟啦。就即刻吩咐各人就12節，大衛嘅僕人轉身就將呢句話咧就講俾大衛聽。13節，大衛向跟從他嘅人說：你們各人要帶上刀，而帶上刀就眾人咧就帶上刀就喺跟從大衛嘅約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兵器，即刻帶咗刀，即刻要去殺佢啊！哇！咁你知道大衛咧，從呢聖經喺呢度俾我哋睇到咧，你要主咧，人隨時都有軟弱同失敗。大衛係一個好憐憫神嘅人，大衛係一個好依靠神嘅。前邊佢先有愛仇敵嘅，但係後邊喺呢度你會見到咧，佢係一時嘅激怒之下，俾人一時嘅極無理嘅對待之下，俾人羞辱之下，佢就點啊？佢就哇怒氣湧上心頭，怒氣填胸，跟住點啊？動起殺機，準備將拿八和佢嘅全家林丁都殺晒。
哇！所以今次呢下要殺嘅就好犀利。咁喺呢一度咧，我哋從18節開始讀落去，18節我哋從18節就或者先讀到22節先啊。亞比該急忙將2把餅、2皮袋酒、5隻收拾好了的羊、5細烘了的穗子、100葡萄餅、200無花果餅，都放在路上，對僕人說：你們前頭走，我隨着你們去。這事她卻沒有告訴丈夫拿八。亞比該騎着驢正行山坡，見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從對面下來，亞比該就迎接他們。大衛曾說：我在曠野為那人看守所有，以致他一樣不失落，實在是徒然了。他向我以惡報善，凡屬拿八的男丁，我若留得到明明早晨，願神重重的降罰與我。喺呢一度呢會睇到大衛呢完全被肉體同憤怒充滿，一時軟弱失敗就喺呢度顯得出嚟啦。當佢突然被一個咁無理對待嘅時候，哇！整個人真係怒火燒起。咁燒起嘅時候，甚至發誓啊！最後呢句大衛佢話：我曾喺曠野看守佢所有嘅嘢，以致佢一樣都不失落，實在係徒然嘅。即係大衛真係花功夫吩咐下屬，哇！真係咁看守佢所有嘅財物，最後冇任何回報，實在係徒然嘅。咁所以就哇覺得好乜嘢。跟住咧，佢就話佢向我以惡報善，即係我咁善行付出咁多，最後竟然係用惡，我唔係兇手咁簡單啊，仲係羞辱佢。哇！咁樣仲將佢當成係通緝犯咁樣嘅，哇！即係內心係話好受委屈咁。跟住就直情起誓要殺佢所有嘅男丁。唔淨係殺佢啊，殺埋男丁啊！咁呢個係犯罪嚟嘅，呢個係失敗係犯罪嚟。咁從呢度你會睇到咧，聖經寫經有一個特點，屬神嘅人咧，佢嘅優點、望福嘅神寫得好清楚，佢嘅軟弱都寫得出嚟。所有嘅屬靈偉人都係，所有聖經人物都係，話要俾我哋睇到咧，人冇一個完全嘅。嚟了主咧，人隨時都會軟弱嘅失敗，要時時依靠住神。呢個係聖經突顯嘅呢個特點。我哋首先講一樣嘢，大衛點解咁在意嗰個拿八俾佢一啲嘢呢？可能我哋冇嗰種處境，我哋唔知嘅。你知道跟隨大衛嘅人，跟佢揾食嘅人幾多啊？600，淨係男丁都600，仲有妻子兒女呢？600個家庭啊，當然未必個個都已經結咗婚啦，但係最少都好多。後來佢哋俾亞瑪力人俘虜嘅時候，好多有妻子嘅兒女嘅都喺嗰度，嗰啲兵都喊啊，係嘛？600個家庭要食飯，大衛匿喺山洞，冇耕種嘅，冇牧羊嘅，飯從何嚟呢？糧食從何嚟？每日要食個，係嘛？所以大衛都要養住嗰餐兵噶嘛。你知道掃羅養兵係全國嘅納稅噶嘛？佢正式嘅國家噶嘛。但係大衛冇納稅噶，百姓又邊個唔淨係唔支持佢已經好啦，仲去通風報信嚟捉佢噶。所以大衛根本同跟隨嗰班人嘅生活都面對難問題，係我哋一般人讀經你唔好去了解嗰啲。大衛當時所面對，如果佢自己一個人，大衛唔使去求佢，又唔使去搶乜都唔使，自己一個人用乜嘢啊？佢而家就算自己一個家庭都可以面對嘅。佢而家嘅係作為一個領袖，要諗嘅係600個跟隨佢嘅人，佢哋嘅生活點樣？所以佢呢，就自然面對需要嘅時候就諗到呢個大父，我已經幫你咁多做成年，係咁唔敢話同你講數人工啦，多多少少都俾啲啦，可以顧下我跟從我嘅人都可以，佢哋嘅生計都可以維持一下，係嘛？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大衛會出手去討，係有一個原因喺度。咁況且佢唔係冇嘅討呢啲嘢，如果係黑社會嗰啲就根本係冇幫任何嘢，就即係過年嘅時候，你知道有啲就哇啲龍虎武師啊跳下就俾錢啊，呢個鋪頭唔俾就跳耐啲，咁係咁呢都要噶啦，都要俾嘅嗰啲就，咁你會睇到咧，嗰啲就黑社會嘅所為，我哋冇聯想到嗰啲唔同嘅。因為嗰啲根本所謂保護費係冇幫到你，冇乜嘢，根本就係擺明嚟掠水嗰啲嘅。咁但係呢啲係乜嘢？呢啲唔係，呢啲係大衛就係善行，係看顧佢，冇任何損失，付出咁多，
就係仲冇同佢講數，呢要俾幾多錢冇講嘅，就話你顧下你嘅僕人，隨意係咁俾一啲。咁如果佢顧到大衛跟從佢嘅人嘅需要，即係遵行到話俾啲大衛都冇問題。唔就係唔俾，仲係咁羞辱佢，令到大衛喺同跟從佢人面前咧，都一個領袖風範都冇晒啦。又好似話我哋白白付出咁耐啦，係嘛？咁所以喺呢一度大衛咧，佢就肉體發出就失敗。我先講下個背景啊。咁好，大衛嘅失敗咧係今次就真係失敗，就係要動刀殺，呢個係違背律法。律法話不可殺人，呢個殺人係唔啱嘅。即係話對方唔俾你，即係話對方以惡代報善，大衛要去殺佢都係錯嘅，都係唔啱嘅。咁呢個咧，大衛就哇怒起嚟，一怒起嚟仲有一個原因，佢就會覺得我同跟從我嘅人都有600個兵咁樣，隨時要喐手用乜嘢啊？係咪佢對面係咪強敵？咁從呢度會睇到咧，怒氣係驕傲嘅兒女啊！一個人會隨意發怒要對付對方，就係因為對方係弱者，對方係弱者，自己係相對係強者，所以咧一個人會常常發脾氣，最主要原因就係驕傲，內心嘅驕傲，睇唔起對方先至有隨時發脾氣。如果尊重對方就唔敢啦，知己知彼，大家都平均嘅時候就唔敢隨便發脾氣啦。我係指肉體嘅行為，我而家同肉體嚟講，怒氣係驕傲兒女。一個人隨時對一個人隨時發怒，即係睇唔起對方，藐視對方，睇唔起對方，即係好似老闆對下屬咁樣啊嘛，係嘛？咁所以喺呢一度咧，話講啊，當然有啲人係天生脾氣，佢或者話冇話天生，總之脾氣係咩啲，佢都係基督裏要慢慢改變㗎啦，係嘛？咁但係我話講翻，大衛此時佢呢個脾氣，佢始終都係一個領袖，哇打棍仗，哇你拿伯咁藐視我，你雖然係富戶，你算得乜嘢啊？我真係殺晒你，即係嗰種，因為佢有個權力㗎嘛，軍力㗎嘛，係嘛？所以就怒氣就係嚟，就喐親就要咁。咁呢個真係人咧，越有地位，越有權柄，越要係小心。如果唔係，越容易發怒去對付去對付惡啊，所謂去對付咩，就會發肉體去對付人。所以當你咧喺社會地位爬得越高嘅時候，就越警醒越謙卑。因為咧，人越好似大衛都係一個領袖一個地位，所以佢先至隨時喐親就要將佢所有男丁都殺埋，唔淨係殺一個人咯。如果唔係，佢嘅仔女都無辜噶嘛，或者佢屬佢人都無辜噶嘛，最多咪拿伯一個係嘛？殺拿伯都唔啱嘅，因為拿伯其實都唔知噶嘛，佢係唔啱。拿伯係一個攻擊，哇對咁嘅態度對人都唔啱，好多嘢都係以惡報善，但係都唔應該殺啦，係嘛？即係咁樣。咁所以從呢一度你會睇到人性嘅軟弱，同埋即係話大衛呢個時候嘅軟弱顯到出嚟，咁同時好提醒我哋弟兄姊妹，你有冇試過咧？即係話我睇弟兄姊妹當中，即係話有時一搞聚會，哇，好好啊，好領袖，好乜嘢啊！但係呢喺工作環境裏面，哇，突然間俾一個同事篤你背脊，我突然間聽到咩話，激你，會唔會哇嗰下會點樣啊？係咪？或者有啲人哇喺教會，哇啱啱聚會，哇好享受，聽日翻工啦，哇突然間一件事一刺激，哇突然間屁又爆出嚟，會唔會有呢種現象？有啦，係嘛？即係人性好容易咧，呢一刻中你同主關，但係如果你係同主關係係好好嘅，你嗰日朝頭早有晨更完咗翻去之後，又一路同主係，突然間受刺激之後，雖然肉體會有時，但係聖靈即刻喺裏面提醒，你即係好快就勝過肉體啦，即係好快就唔會企啊，唔會乜嘢，好快就勝過啦，就係咁樣。或者係家庭生活裏面喺各方面與人相處嘅時候，呢樣嘢就係對大衛嘅事都提醒我哋。所以自己以為站立得住嘅，需要小心，免得跌倒。呢個聖經成日提醒我哋，意思即係話唔好太自信，唔好信自己得，係要依靠神得，係要依靠神。所以耶穌喺客西馬尼園點解要深自禱告，就依靠神勝過十架嘅苦難咯。就係冇一個可以靠自己。大衛呢個時候就係些少唔夠警醒，肉體就出嚟。亞比該就攔阻咗佢。如果唔係亞比該今次出嚟攔阻佢，救咗佢咧，佢就會犯一個殺人嘅罪啦。就係咁，所以喺呢度咧，神都憐憫，神都保守，真係神暗中保守。呢個神暗中嘅保守，又好似主禱文教我哋禱告，不叫我哋遇見試探，救我哋脫離兇惡。有陣時基督徒無端端遇到撒但嚟嘅試探咧，或者兇惡嘅時候咧，佢肉體就走晒出嚟，失敗咗啦，就中計啦。但係神真係救大衛脫離試探同兇惡。呢個大衛已經發誓，即今次佢真係火遮眼，真係殺落去㗎啦。
一個不留啊，然後就搶嗰啲咁。但係大衛今次要錯嘅時候，神嘅靈就感動咧，嗰度我覺得亞比該係神喺嗰度工作，好奇妙地。咁我哋再翻嚟睇啦。就當個僕人14節就係僕人就話俾亞比該知，咁亞比該知道之後，佢就咩行動咧？15、18節，佢就急忙將200個餅、2袋酒、5隻收好嘅羊，跟住咧5細亞嘅烘好嘅麥穗，咁啊100嘅葡萄餅、200嘅無花果餅就馱喺嗰個路上邊。咁你如果計下100、200，我哋淨係計數字呵。200個餅啦，酒唔好講住，而家200個餅啦，後邊仲有100個餅啦，就後邊咗200個餅，啱啱500個餅，係嘛？唔使講餅嘅種類啦，咩葡萄餅啊，咩餅，總之就500個餅嚇。500個餅咧其實唔多，大衛和跟從佢嘅人幾多啊？600人都唔夠，一人一塊餅，一人一塊餅乾都唔夠嘅嚇。咁啊，跟住咧2袋酒咧唔會太多，夠唔夠600人飲啊？我諗一人飲一啖都唔夠，即係一人飲一啖2袋酒，即係一人少少杯啦，係咁魚個個都有啲啦，因為大衛通常就公平均分噶嘛，咁啊跟住咧葡萄酒，咁啊跟住咧烘5細亞嘅嗰啲穗子咧，其實都唔算太多噶，咁所以彌補下咧，加埋咧仲有5隻嘅羊。咁嗰5隻羊就唔錯啦，係咁，佢哋喺咁窮嘅環境裏面，喺新寨嘅地方，即係喺個曠野嘅地方咧，哇5隻羊燒完咧，哇個600個家庭都可以分一分，大家都可以些少食下咁樣嘅有一種，因為你知道特別係剪羊毛係一個節日嚟嘅，個節日就係歡喜快樂嘅節日。以色列嚟講係剪羊毛係收成嘅季節，收成季節就係家家戶戶都係享受緊一年收成嘅結果。而大衛喎跟從佢嘅人，你知道咧，即係好似中國人過，佢未至於過新年有逾節嗰啲，但係都係好似人過緊佢哋中秋節或者咩節嘅，哇！仲收成嘅時候，咁大衛喎跟從佢嘅人又貧窮又凄涼，冚唪唥喺曠野噶嘛，咁佢都有家眷噶嘛，所以喺呢個時候佢就好渴慕呢個富戶，我幫你咁多，俾少少，咁啊多少少係節日都製造個氣氛啦，係嘛？咁啊大家都可喺個曠野啊，開心啊，唱詩啊，然後食下少少嘢啊，有啲嘢，有啲餅有啲咩嘛。冇諗到乜嘢都得唔到，哇！嗰下咧又凄涼，又艱苦，又白付出，又乜嘢，所以大衛就呢個反應就咁大咁樣啦。咁呢個都係肉體嘅軟弱啦。咁所以亞比該咧喺呢個時候咧，佢真係好有智慧。佢第一時間呢個係收成嘅節日，歡樂嘅節日，點可以人哋幫我哋咁多，白白咁樣第一時間就唔使問亞伯㗎。呢個真係好有智慧㗎。如果問亞伯，直情阻住佢一仙都唔俾啊！亞伯係咁嘅人㗎嘛，係嘛？咁今次再禍出嚟，所以佢就自己急忙咧，好快脆嘅200個餅啊！即係代表佢家中真係富有㗎，隨時就已經餅乜嘢都好多喺度㗎。哇！即係咁以分啲已經夠大衛跟同佢人食㗎，即係好富有都唔捨得俾㗎。咁啊，即係佢200個餅啊，有幾袋酒啊乜嘢就即刻運去俾大衛和跟從佢嘅人。亞比該點解會咁做咧？佢唔淨係怕災禍來臨，佢更加要阻止大衛去犯罪。佢係一個認識神嘅，你睇下跟住佢話係跟住就對僕人説：你們前頭走啊！就哇，跟住咧，這事卻沒有告訴佢丈夫。咁跟住咧，亞比該就企咗路，正用心波嘅時候，大衛跟從佢喺對面啦。咁啊，亞比該咧就迎接佢。咁大衛已經發誓啦。咁跟住之後點樣咧？我哋開始再讀落去啊，或者我哋從23節讀到51節啊。係亞比該見大衛急忙下來，在大衛面前臉伏於地叩拜，俯伏在大衛嘅腳前說：我主啊，願這罪歸我，求你用婢女向你進言，更求你聽婢女的話。我主要你這壞人拿八，他的性情與他的名相稱，他名叫拿八，他的果人如何？但我主所打發的僕人婢女並沒有看見。我主啊，耶和華既然阻止你親手報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華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說：願你嘅仇敵和謀害你的人都像拿八一樣。如今求你將婢女送禮物給
跟隨你的僕人，求你饒恕婢女的罪過。耶和華必為我建立堅固的家，因為我主為耶和華爭戰，並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麼過來。雖然有人起來追逼你，尋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卻在耶和華你神那裏蒙保護，如包裹鬼一樣。你仇敵的性命，耶和華必拋棄，如基言立石一樣。我主現在不要親手報仇，流無辜人的血。到了耶和華照所應許你的話，賜福與你，立你作以色列的王。那時我主必不至心裏不安，覺得良心有愧。耶和華賜福與我主的時候，求你紀念婢女。好，睇呢度亞比該嘅呢番嘅説話呢，如果你認真去細讀，你就會覺得幾樣嘢。第一，佢係一個好認識神嘅人，因為佢喺個話語裏面一路提到26節，我主啊，要話既然阻止你親手報仇取流人嘅血嘅罪，就阻止佢犯呢一個殺人嘅罪，藉亞比該嚟阻止，即係耶和華直情講佢呢次嚟係耶和華嚟阻止嘅。亞比該真係認識神，佢覺得大衛咁做係唔可以咁樣殺人，係唔啱嘅，阻止佢。第二呢，係接落去，我指着永生嘅耶和華又敢喺你面前起誓，願你嘅仇敵和乜乜乜，即係意思即係話，如果要報仇用神去報仇，唔應該你報仇。呢個太子睇到耶和華，大衛喺嗰邊起誓就話一定要滅亞伯嘅家中嘅，但係佢呢頭起誓就係話係用神去報仇，你唔應該咁啊。跟住呢，後邊再提到耶和華嘅，佢話係求你饒恕婢女嘅罪過，佢即係將丈夫嘅錯歸喺自己身上然後耶和華必為我主建立堅固嘅家，因為即係話主要我主乃是為耶和華爭戰。佢真係好了解大衛，佢知道大衛殺死哥利亞，大衛哇點樣去對非利士人，所以佢好知道咧，大衛係為耶和華爭戰。佢好認識大衛係愛神嘅，係為耶和華爭戰嘅，所以佢頭到尾一路提到嘅就係耶和華。換句話說，佢係一個好愛神、認識神嘅人。呢個就係亞比該。咁啊，跟住咧，佢話後邊並且在你生平日子查不出有什麼過來。佢都知大衛係遵行律法嘅，係冇犯罪嘅。掃羅係咁追尋佢，係咁要捉佢嘅性命。其實掃羅根本係嫉妒咁樣做嘅，所以佢從呢度都係好了解大衛，又知道大衛係守律法嘅人。跟住29節，雖然有人起嚟追逼你，就指掃羅，佢係要尋索你嘅性命，你嘅性命卻喺耶和華你神那裏蒙保護。哇！你睇到耶和華你神那裏，佢都知道大衛係好敬畏神，佢知道大衛嘅性命雖然係咁危險，但係神保護住佢，有神保護，甚至保護到乜嘢呢？佢話蒙保護如乜嘢？如包裹喺個寶器裏面一樣。你仇敵嘅性命喺耶和華嗰度拋嚟拋去，好似基言立石一樣。哇！當時掃羅王係做王嚟嘅，但係佢已經睇出佢嘅性命係好似被神好似基言立石，最終會冇噶啦，會拋出去噶啦。所以從呢度你就睇到亞比該咧，好有見識，佢認識神，佢又認識神會最後立大衛做王，佢又認識掃羅嘅王朝會衰敗，佢又認識神會保護大衛。大衛其實當時好唔安全，佢認識神會保護佢，一定係喺神嘅手中，好似眼中嘅銅人蒙保護那樣。咁啊，跟住啦係30節31節，我主現在欲不親手報仇，流無行人嘅血。呢度提到呢個就到無辜人嘅血，無辜人嘅血。佢話到了耶和華照所應許你嘅話，賜福與你，立你作以色列王嘅時候，那時你就唔需要心裏不安，良心有虧欠。就係提到呢樣嘢。咁即係顧到將來你做王嘅時候，就唔會良心有虧，即係攔咗佢嘅犯罪。所以弟兄姊妹，你會睇到咧，當時咧亞伯雖然係咁愚頑，但係亞伯嘅妻子咧，竟然係一個咁認識神嘅人，一個咁愛神嘅人，又咁有見識嘅人，又知道又咁有信心嘅人，深信大衛會做王。咁呢個都係俾我哋睇到咧，其實喺以色列遍地都有屬神嘅人，都係敬畏神嘅、望神揀選嘅人。咁教會當中同樣都會有無論弟兄或者好多姊妹都係認識主、好愛主、好有見識嘅。咁呢個都係歷史上神都保守住一批嘅。咁你跟住咧
就係佢最後講嗰句就好特別㗎啦。耶和華賜福於我主嘅時候，求你紀念婢佢。哇，差唔多想大衛娶佢咁嘅啦，係已經暗示嘅，已經暗示咗啊！呢個真係呢個唔淨係暗示，淨明示啊，明示咁樣啊。咁點解會咁呢？你睇到我相信咧，佢直情將拿伯講到佢嘅講話裏面，其實對拿伯一啲都冇愛情喺裏面，甚至講佢係一個壞人啊！咁點解係咁啊？我想拿伯壞人兇惡啊！一定對妻子亦都係哇，即係脾氣又差又兇惡，個妻子已經多年受咗好多苦啦。一個咁精明嘅妻子，其實都受咗好多苦㗎。咁所以都知道佢係一個又唔敬畏神、又犯罪、又惡、又乜嘢嘅人。所以此時見到佢哇，對一個神所揀選嘅人係點嘅時候，就喺大衛面前咧講下自己嘅丈夫一啲真係唔啱嘅嘢，唔係特別誇大，真係講一講。咁呢啲真係講一講，大衛嘅條氣都會順啲㗎嘛，係嘛？如果係咁猛幫自己丈夫講嘢，咁大衛都會覺得哇，你真係是非不分，係嘛？咁佢都話：唉，我丈夫真係佢真係一個愚頑人，佢真係一個點。個大衛聽起嚟氣都順啲啊！但係你都有。咁第二，佢一路睇到耶和華嘅面。咁呢隻一睇到耶和華嘅面，大衛就會完全放落嚟。呢個係最能幫助人。弟兄姊妹，你遇到一個人啱啱係火遮眼嘅時候，我指弟兄姊妹啦，你同佢咩提主嘅名，嗰下時佢就驚落，佢就放落啦。你唔好同佢講世間好多嘢，你一睇到主嘅名，佢就敬畏神，就會驚，就會落。所以有陣時我哋見到弟兄姊妹有時家庭有啲問題，啱啱你一去到試下，其實呢一去到關心，佢已經即刻面色都變埋，都唔好意思啊。咁跟住帶佢拍下大家歸向主咧，就靜緊落嚟。因為人總係面對神，人就會敬畏神。所以大衛一時嘅血氣咧，一見到亞比該一路睇到耶和華咧，佢整個人就即刻降服落嚟。咁喺呢一度咧，亞比該係知道將來神係使用緊大衛嘅。咁跟住後邊嘅時間關係，我哋就淨係睇下32節去到44節就唔讀噶啦。跟住咧，大衛就對亞比該説：要話以色列神是應當稱頌嘅。哇！即刻讚美神啦，因為他今日咧使你嚟迎接我，係你和你嘅見識也是當讚美嘅，即係因為你今日咧攔咗我親手報仇啊，流人嘅血啊。咁佢話：我指就阻止我不加害於你嘅耶和華以色列嘅永生神起誓。啊！你若唔係作嚟迎接我，明啊呢個時候拿伯嘅精就點，跟住咧，大衛就受了佢嘅禮物之後咧，就聽了佢嘅話，就睇到佢情面咧，就平安嘅回家。大衛就唔會殺佢咧。咁大衛因為佢起過誓噶嘛，所以而家就再重起一個誓，就係話就解除之前嘅誓啦。就係話因為就欣賞亞比該嘅見識。點解欣賞佢嘅見識咧？睇到哇，佢竟然會知道大衛會做王喎。但佢當時係咁落魄嘅環境喎，佢有呢個見識，知道神用佢一定會做王。佢有呢個見識，知道耶和華與佢同在。佢有呢個見識，睇到神嘅作為，一路都睇到耶和華嘅作為。所以大衛就欣賞佢呢個見識。從呢度你知道大衛本身都係好有信心，神會使用佢，神嘅旨意一定會完成。咁所以喺呢度咧，咁跟住咧36節就講拿伯嘅事啊。拿伯咧就喺佢自己家裏面擺設筵席，如同王嘅筵席，哇！幾奢華宴樂啊！即係呢個拿伯真係一毛不拔，對於窮人咧就一分錢都唔俾，對自己就哇豪到不得了啊！呢個就係拿伯嘅生活，所以佢真係一個惡人，一個惡壞人咁。咁咧亞比該咧無論大小，並且佢過緊筵席乜嘢，亞比該都冇份㗎，係咪？亞比該去處理大衛嘅事，妻子都冇份嘅，佢自己哇豪到不得了咁啊！咁啊跟住咧。亞比該無論大小事都冇話俾佢知，等到佢第二日早晨，佢喺早晨嘅時候可能醉酒醒翻啦。一醒酒之後咧，妻子先至話俾佢知，因為佢咁歡樂嘅時候話俾佢知，好似掃佢興啊嘛。佢妻子都俾你今晚哇歡樂到不得了啊咁啊！咁啊到第二日朝啦，醒翻啦先話俾佢知。佢一聽到就魂不附體，即係魂不附體原文就係心死咗，即係心臟病發，心臟病發，即係平時咁惡。一聽到人要殺佢就驚到佢心臟病發。咁先心臟病發之後咧，就如同石頭僵硬咁，呢啲好似中風嗰種咧，即係硬身體硬晒，身體硬晒未完全過咗10幾天咧，即係好似中風，即係昏迷嗰種嘅，咁都未完全死，去到10日之後又話擊打佢就死咗啦。所以呢個好清楚要話擊打佢，即係佢咁樣去對待大衛和跟從佢嘅人，佢咁樣嘅藐視神嘅受膏者，大衛都係神揀選噶嘛。你咁樣嘅去乜嘢，其實同樣都係得罪神。只不過大衛唔可以用手
去對付就唔啱咁樣。咁所以咧，時候到了，神擊打佢。咁神擊打佢咧，佢就點啊？佢就離世。佢離世之後39節至44節，大衛一見到拿八死了，就説耶和華應當稱頌嘅，就為佢心願，佢羞辱佢嘅冤係嘛？因為佢大衛特別冤係咩嘢？羞辱我嘅冤啊！即係佢咁樣大聲喝佢嘅僕人，大聲羞辱佢咁樣，佢就哇好似俾人羞辱咁，就有阻止僕人行惡噶。佢知道佢殺佢行惡嚟噶，覺得神係阻止佢行惡噶，也使拿八嘅惡歸到拿八自己頭上。於是大衛就打發人去對亞比該話要娶佢為妻。哇！大衛喺婚姻上嘅佢情感真係好隨便嘅，我覺得好快嘅真係，即係好似一見鍾情咁啊！即刻。所以你睇下大衛喺婚姻嘅上邊咧，其實係失敗，所以佢娶好多個啊。喺摩西度發話做王嘅就唔應該係娶好多個妻妾，但係咧佢真係娶好多個妻妾，就因為呢個榜樣唔好，後嚟所羅門就更加變本加厲啦，加厲嗰啲就唔講。咁但係大衛喺呢個時候咧，因為欣賞亞比該嘅見識同埋可能佢美貌各方面啦，咁就娶佢為妻啦。咁加埋佢係認識神敬虔嘅神，咁拿八一死即刻佢要娶佢喎，哇！即係咁快㗎，係嘛？所以從呢度呢會睇到大衛喺婚姻嘅事上咧，都係比較情感用事嘅，即係好似自己嘅情感係嗰種嘅，係即係可以咁樣，咁一見鍾情嗰種。咁跟住咧，當然都有一個前提就係亞比該都係認識神，都係敬畏神。如果係一個唔要神嘅、離開神嘅，或者係抵擋神，大衛就絕對唔會啦。咁但係無論如何呢個都不美嘅咁。咁但喺呢度咧，大衛佢僕人咧就到嗰度對亞比該話：大衛打發人去見佢，就要娶佢為妻。亞比該就起嚟俯伏在地説：我情願作婢女洗我主人僕人嘅腳。即係好謙卑啲，即係代表亞比該其實都好中意嘅。一聽即刻話好啊，唔使考慮嘅，唔使話等我祈禱幾日先啦，同我禱告清楚先啦，都冇嘅。並且丈夫啱啱離世喎，係嘛？所以從呢度都講，所以從呢度可能個丈夫不嬲對佢已經佢覺得咁突然間話大衛，咁某一面嚟講，對佢嚟講佢都好着數啦。點解咧？因為大衛始終係後生仔啊嘛，紅光滿面啊，又咁哇一個敬畏神嘅青年人啦嘛，係嘛？各方面係嘛？咁亞比該始終都係已經係一個富戶嘅，咁所以喺呢度咧，加埋將來大衛會做王啊嘛。咁所以佢諗住，哇！要我將來你做王，咁我做王嘅妻子喎，係咪？所以都有呢一種嘅，所以好快即刻答應，我好開心地答應。跟住咧，亞比該就立刻起身，就騎上驢，帶咗5個侍女，跟隨大衛使者去了，就做你大衛嘅妻，唔係妾侍係妻嚟嘅，正式。之後大衛就有2個妻，一個就係亞希暖，另外一個就係佢。喺當時，咁掃羅就將大衛嘅結髮妻第一個嘅掃羅嘅女兒咧，米甲咧，掃羅就將佢就嫁俾第二個啦，就係咁樣。咁所以大衛嘅第一任嘅妻子掃羅嘅女就已經嫁俾第二個，大衛就已經娶咗一個希嫩，第二個跟住就係亞比該啦。呢個係第二個妻子。咁喺呢度最後我講一講，其實跟住落去咧，亞比該帶咗5個僕人，5個婢女啦，就成為就跟住大衛啦。其實我相信咧，拿八嘅產業咧，聖經冇交代，但係拿八嘅產業歸邊個咧？聖經冇記載拿八有兒女噶嘛，冇記載佢有仔女，佢有乜嘢噶嘛？咁加埋做妻子嘅，當時咁有權嘅，定好多嘢嘅，可能咧佢係好多嘅產業度，大衛多數都係仍然住喺曠野噶嘛，所以嗰段時間咧，可能佢好多嘅牛肉、好多嘅羊啊呢啲咧，就會成為幫助大衛和跟從他嘅人。呢個係我推論俾大家參考。所以就某一面嚟講，喺大衛被追趕嘅時候，佢未成為一個國家嘅時候，神喺嗰度都暗中地，當然呢個唔係特登嘅，係當呢件事一切都發生完之後，神後來都供應大衛和跟從佢哋嘅人，佢哋嘅生計，佢哋嘅需要，令到大衛咧喺佢慢慢就可以壯大起嚟。因為啲軍費啊，一個國家嘅軍費都好緊要，佢嗰啲600人嘅嗰啲兵啊，用乜嘢嗰啲，就喺嗰度都係有一種嘅幫助。第二，亞比該嘅見識對大衛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因為通常男性係會比較衝動啲嘅，係嘛？咁有時咧一到一定落去嘅時候，大衛一定落去嘅時候，亞比該有屬靈嘅見識去側邊嘅平衡一下，留意啲乜嘢，咁啊，又問一下。因為亞比該嘅見識、屬靈嘅見識係好好嘅，
咁所以咧，神後嚟呢件事神都許可，所以預備咗亞比該做佢妻子之後咧，就會成為大衛一個後來嘅事工上邊，特別喺呢段被追趕嘅事上，喺各方面咧，以及大衛到做王嘅時候，喺屬靈上，我相信都係一個好大嘅，都係一個好好嘅幫助。呢都係推論俾大家參考。所以都係萬事互相效，都有某一面嚟講都有神嘅主宰同許可，即係最後去到最後嚟講。咁仲有點解聖經記載大衛歷史特別要將呢章寫到出嚟呢？某一面嚟講，會唔會仲係某一面就影射拿伯最後即係以惡報善，最後就俾耶和華擊打？會唔會影射乜嘢？影射掃羅王佢以惡報善，最後同樣都係換到咁嘅結果，即係咁嘅。咁啊，拿伯對大衛點樣？最後佢結果係點？掃羅對大衛點樣？最後佢結果係點樣？咁呢個都係提醒我哋，今日我哋要以善報惡，要待人有善，待人有愛，即係咁樣。咁另一面就係亞比該都係，即係佢，我哋係講佢屬靈嗰面啊，佢嘅見識同埋佢嗰個嘅即係愛心施捨嗰種認識神各方面咧，喺處事各方面。都係我哋今日教會中嘅頂姊妹，特別姊妹都係值得我哋學習嘅。如果我哋多有屬靈嘅見識咧，就會幫助丈夫咧敬畏神、愛神、向着神好多方面。即係好多事可能原本係一個哇，好似就去化為唔好嘅事化為美好，即係咁樣。我哋求主提醒我哋有屬天嘅智慧咁樣。好，咁我哋今日就分享到呢度。